好啦，而家 Jenny 揀12-6，而家第5場1650米第4班國際騎師邀請賽第2關，啲馬好好成績嘅，即唔使講賽績嘅，隻隻都有啲賽績嘅。上仗前3嘅咧就係3、8、10、11。哇！而家啲騎師布宜學咁樣，布宜學而家領先啊！布宜學一個布文，一個布宜學，一個李寶利，一個李慕華，一個莫雅，一個莫雷拉，好勁啊！真係。潘頓騎呢隻叫做青春力量，曾勝同程上將第3。我揀3號、6號，我揀呢個雙影紅同埋呢個熒妙星，因為6號咧上次潘頓2.0大熱門跑第8嘅，1毫子都冇得收嘅。我諗所有團隊、所有嘅員工都想去跑好啲報仇。11號仔呢隻叫耀昌盛世，上次都係跑第1嘅，係艾杜拿27倍跑第1嘅。今次啲團隊又係想去喂跑好啲，我哋而家嚟影相咁啊！上次影唔到，係好勁啊！呢度啲馬好勁啊！上仗大熱門勝出嘅就係3號雙影紅，正正經經啊！而家2倍，上次都係3.3布文騎嘅，布文今次咧就騎隻龍船快，龍船快都有機會嘅喎。曾勝同程上次董明朗跑第4，布文好啲咁樣跑好啲就有前面一格嘅咯，跑同程喎。布文有2個 Q 啊！今日真係想贏都贏唔到啊！一個俾全部俾莫雷拉贏晒嗰2場。乜嘢電腦科技都出晒啦，揾個人頭跟住隻馬咁樣有㗎喎，即係你有啲軟件就得㗎咯。8號先到先得，李慕華上仗第3嗰號，隻馬都有啲好多亮點啊！鋼琴國際騎師錦標賽嘅第2關準備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埋邊雙英雄應聲彈出啊！咁啊，再見到中間啦，有黃帽嘅仗義啦，中檔6-3咧就係青春力量啊，響入邊係熒妙星內欄紅衫黃帽長勝將軍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黃衫黃帽就龍船快，內欄藍衫咧咁啊白帽嗰匹就有標之亮子啊，中間大約尾5係耀昌盛世啊，後邊嘅3匹馬先到先得99為尊啊，尾2位置係掌聲啦，暫時殿後係爭金奪冠嚟㗎。好啦，轉呢個滿貫彎啊，前面放頭嘅馬有1對喎，埋邊位置喺雙影紅啊，青春力量響外邊嘅第2位啊，落下個零身位第3位嘅馬，埋邊係長勝將軍，出邊係仗義啦，後多層啊嘛，熒妙星第5內欄第6藍衫標之亮子啊，再後一層啦，出邊龍船快係俾人頂咗喺3搭喎，大約尾5紅眼罩藍衫耀昌盛世啊，內欄尾4係99為尊啊，後邊3匹馬先到先得掌聲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爭金奪冠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呢係雙影紅嚟㗎，青春力量呢就留守第2位啊，分列3、4位㗎嘛，外邊位置係仗義啦，入邊呢仲有長勝將軍啊，第5位紫色帽呢，外邊係熒妙星，埋邊係標之亮子啊，後邊㗎嘛龍船快啦，耀昌盛世啦，尾4內欄喎99為尊，後邊3匹馬先到先得掌聲，掟大外檔爭金奪冠啊，入整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雙英雄走啦，大約1個身位到啦，青春力量第2位啊，中檔追上嚟㗎嘛，有長勝將軍，外邊啊仗義啊，響入邊仲有標之亮子啊，出邊追上嚟嘅馬匹仲有隻熒妙星，最後100零米透出仲係雙英雄，呢個時候長勝將軍逐步追緊上嚟，接近終點，雙英雄響埋邊追上嚟嘅馬有長勝將軍啊，外邊係仗義啦，最出仲有隻熒妙星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雙英雄就係擺咗喺前面，睇下有冇機會到啦，追上嚟嘅馬長勝將軍2匹馬拍住刀需要影相。你4隻馬差唔多嘅啫，係咪啊？6號仔跑第4，雙影紅贏咗啦，莫雅。
4號標之亮子後來落飛喎，睇到電算機，但係冇影啊。3號張影紅由頭帶到尾莫亞。金美琪好嘢啊！金美琪呢隻馬長勝將軍，上次杜婉欣跑第6，俾佢跑第2，哎呀爭啲得，係噏上噏落嘅啫，真係。6號啊唔爭氣啦，跑好啲啫，等我穿下都好啊嘛。3216，隻隻馬都有賽績嘅喎，邊隻馬跑到都唔緊要嘅喎。3216。睇呢啲鏡頭真係12裏邊啦，這12長勝將軍金美琪一路都喺前面跟噶。咁有3號呢隻叫做雙影紅，上次又係第1嘅，又係一樣咁嘅跑法嘅。10號青春力量潘頓喺外邊好識跑馬㗎，佢呢啲跑馬地啊，梗係攞個好位先，追住雙影紅，追住莫亞。爭啲過咗添啦，真係望下唔俾佢嘅，梗係唔俾你啦啫。咩？梗係要掂住條欄好啲啊嘛。咁然後就12號啦，呢隻叫做長勝將軍後翻嚟入 Q 啊。其實4隻馬呢度一紮馬一齊影相，都好精彩嘅呢場。係睇你沿途攞咗個咩位置啊，好着數啲。咁呢隻梗係着數啦，係咪？沿途貼住條欄跑，慳好多位啊嘛，慳好多路程，冇乜改變啦。莫亞、潘頓、金美琪，金美琪一間跑第2嘅。咁啊呢隻我買呢隻噶嘛，都上緊啦，即係上得太遲啊，真係跑到直路。雙影紅帶頭，然後青春力量綠色，咁啊俾阿金美琪過咗去，裏邊又有一隻上嚟喎。外呢度有一隻1號仔叫做仗義何澤堯上嚟，何澤堯都有啲分數啊，一個第3，莫亞一個第1，拉平我同阿布兒學。何澤堯跑第3，係啦。18蚊 win 大熱門，隔晚現場都係大熱門，62個半 Q， 最熱呢隻啦，最熱呢一場啦，762蚊 Q。因為睇馬睇呢個成績表，上次輕易取勝啊，布文係咪？1650，上次3.3倍，加1.8倍。其實先係莫亞即係正睇起上嚟有少少寒背啊，但唔即係後面睇又唔係好似啊，開始上咗年紀啦，莫亞幾好啊，莫亞體能啊好好啊，莫亞第2關，一個布兒學，一個莫亞。係影相，浪琴標國際騎師錦標賽，好睇下團隊啊，即係訪問下啦嚇，望下聽下佢講。Was well drawn. Would have been nice to get a lead. 冇影頭馬相喎，有個榜。好啦。